了，这个暑假就要结束了，真侪民众把握到最后的机会出国来佚佗。旅游网站就整理一份全球上班期的机票。那为台湾出国上介俗的机票是飞到菲律宾的马尼拉，讲只要1178块。啊，若要去较远的所在，安尼飞到澳洲的博斯嘛，只要8432块。不过，旅游专家特别来提醒，讲这两个所在，即摆拢是属于较冷门的航线，所以才会推出着俗仔价，要来请人客。暑假剩无几天，民众查出来人要出国佚佗，是讲这机票是安怎拣才会较俗？旅游网站甲你斗整理。台湾出国上上的航线，亚洲的部分飞往菲律宾马尼拉只要1178块，比坐高铁到高雄也搁较俗。但是想要飞较远嘞，就这航线飞往澳洲的博斯，嘛只要8432块。马尼拉同时也有几家廉价航空在直飞，所以单纯从票价来看，因为它又近，然后它另外一个点是因为马尼拉也不是热门的旅游景点，所以它的票价其实一直以来都不高。旅游专家解释，俗价航空针对较少人坐航线，甲继续压货价来请人客。啊，那台湾前往澳洲的旅客虽然是袂少，但不过博斯是澳洲第4大城市，台湾并无直飞航线。如果伫咧基隆破转机，加上等待时间，至少都需要15点钟。啊，那飞往较热门的旅游城市，亲像是雪梨、墨尔本，都有直飞班机，时间就只要9点钟。你从博斯再接驳到我们刚刚讲的几个比较著名的大城市，其实我们先不管金钱成本好，你可能光时间成本也是蛮高的。澳洲是南半球，所以它这个时间反而是冬天。通常去博斯的人，可能会是以冲浪为主，所以基本上这样的客群可能就比较缩小了一点。即摆唔是南半球旅游的旺季，所以机票价少有较低。到澳洲旅游，无得卡会当体验无共款的趣味。不过想要买班机票，也是爱符合自身规划行程，才会当真正赚到，互旅游真做是美好回忆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